跟鞋、手提包包，还有这些衣服、裙子、帽子，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物品，其实非常的不普通，全部都是用面膜做出来的。其实看着远远看也好像蕾丝的质感，然后其实你近看会发现，其实它是一张一张的脸孔。这样子，然后我是想表达，就是美丽的外表之下，其实潜藏着一些情绪，像焦虑的情绪啊。一张张脸在面膜底下，千百种心情。因为肤色黑被嘲笑像丑小鸭的许魏慧，有过切身的挣扎体会。之前又比较瘦，甚至有同学就会用一些比较不好的字，欧达散那种黑鬼，甚至连乌骨鸡都会写。我其实我觉得其实还蛮受伤的。这是多少女子的美丽与哀愁。旅美的许魏慧把亚洲女性把一白遮三丑的审美观奉为圭臬的社会心理深刻探究。其实我在探讨的也是有点像是外在跟内心的一种，所以像在这个作品里面，我就是你看到的是一朵好像很漂亮正在绽放的花朵，然后其实在背面它是有一个表情在背面的。然后是反射在镜子里面，就好像是一种镜子对我来说，它其实就像是一种自省内省的一个媒材这样。当面膜成了保护色，当生命随时间消逝，当一个个细胞死去，人的脆弱与孤独，许魏慧要观赏者勇敢去面对。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你说几乎是面膜创作的原型，对不对？对。用贝他妈给想表达什么？我有去给注重，我有自己的一个想法。这个帽子也是全用面膜做出来的。当面膜俨然变成了现代女性不可或缺的配件的时候，在一个集体社会氛围之下，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对应？许魏慧的作品给了大家很好的触动。用贝擦马给，我有去给注重。用贝擦马给，我有去给注重。